花西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8，旧历的11月15，礼拜四。后来，这个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的补选，国民党的参选人王凤薇昨日下晡接到恐吓的电话，对方警告威胁，讲王凤薇若一直弄恶道，因可能会开枪。这人昨暗抓到了，住伫个高雄，是一个主家的总铺，65岁，平常时就真关心政治的议题。伊讲王凤薇讲一寡话，真无下伊听，一时气愤才会打电话来恐吓。这个男子有恐吓的前科哦，过去嘛捌因为电话费的问题恐吓过电信公司的员工。他讲什么话让你不开心？为什么要打电话？伫一个无下头咧咧，面对记者伫问，拢无讲话，伊就是进前恐吓王凤薇的生出来查甫人。我们信义分局哈，那知道我们来是什么事情哈？我知道好，可以配合，可以。昨暝伫高雄徛街附近，互警察抓到，敢若嘛知家己做毋对代志啊！看到警方嘛乖乖啊配合，伫2个员警介护下，被带回台北侦办。那会到的话，我们会开枪哦。你们会开枪哦？你是哪里？我没有把他。你那边是哪里？那你不要问我。我自己本身也是母亲，我完全能够了解，就是当任何人面对这样的一个恐吓威胁的时候，一定会有恐惧。那么我们团队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，那么我也很害怕他们的家人会担心。现出嫌犯，互人抓到了后讲，平常时拢会看政论节目，因为不满王凤薇的发言，才一时情绪激动，打电话甲恐吓。伊嘛捌伫104年，因为甲电信公司有合约的纠纷，恐吓对方。谈到电视，我看我嘛唔捌即个人。哎呦，叫他拢爱秘这个物件，这款人。65岁生出来的查甫人，平常时都毋是真好过。伫海产店做总铺师，一个月3万几块，都要饲规家伙仔。即马被依照恐吓罪移送，家己的嘴管袂牢，若都要面对刑事责任，嘛好出来大洗3顿，煞出问题。